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31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比较重要的新闻就是关于万科的。近期各大房企陆续发布三季报，10月30日，万科发布三季报。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和压力，在各方支持和自身努力下，前三季度实现营收1614亿，同比下降27%，净利润亏损280亿，同比下降83%。前三季度，万科按期保质完成了7.4万套房的交付，完成19个项目的大宗交易，实现大宗交易签约金额68.6亿元，积极探索存量资产盘活路径，累计盘活优化新增产能178.4亿，业务优化与退出有序推进，冰雪业务已与中铝集团完成签约，正在推进交割工作。3个季度卖了1600亿，这什么概念呢？这个万科最高峰的时候2个月恐怕就不止1600亿，这第4季度它能卖多少不太清楚。我估计万科今年整个的这个销售金额也就顶上过去3个月不到，也就1个季度。你说万科已经到什么地步了？跟最高点跌下来跌多少了，对吧？现在卖1年顶不上过去1个季度的。第二个第3季度万科是亏损120亿，当然了，它这个亏损主要是这个计提坏账这个前3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613亿这个第3季度营业收入是560亿，同比下降2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亏损160亿。万科已经第10次向他的大股东深圳地铁借钱，这次又要借22亿有网友说这个胡适一般都是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资金都是大股东把上市公司掏空，结果到了万科这儿怎么反过来了？网友说这个万科大有要掏空大股东深圳地铁的这个架势现在已经借了好像将近300亿了吧，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也不管怎么说这个万科现在感觉是应该越来越难，说1000到1万还是房子不好卖，韭菜不买房。还有这个说杨惠妍财富缩水105亿，这作为中国的女首富杨惠妍呢，2025年胡润女企业家榜显示，她年内财富缩水105亿，当前身家仅为5年前的14%，在榜单中排名跌至第20位。当然了，这个杨惠妍的这个财富变化还是跟这个房地产密切相关的，是行业环境的深刻重塑。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销售承压与债务重组压力叠加，让地产为传统财富基石的企业面临挑战。碧桂园股票暂停交易、年报延期披露等问题接踵而至，进一步影响了市场预期。面对行业寒冬，杨惠妍并未选择躺平，而是带领企业推进债务重组与保交楼工作。过去2年已交付约100万套房屋，同时推动财富来源从房地产向投资领域拓展。从2020年就是口罩开始的时候就是恒大暴雷之前，2250亿元的财富峰值到如今的调整，它的经历不仅是个人财富的起伏，更折射出中国房地产从规模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正途。实际上我个人推测杨惠妍财富缩水105亿，这个都是标题杨惠妍曾经是女首富，但是要不了多长时间她那个首富那个富豪的富要变成正负的负，负资产的负，这个没有什么意外的因为碧桂园现在有很多这个强制执行的案件，他也没钱给。不要看他在港股什么资产重组、债务重组，那个都是缓兵之计从房地产未来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连这个任泽平老师都已经叛变了，觉得房地产已经没什么前途了，对吧？不是要让位给什么新能源，让位给什么人工智能、高科技，已经不是支柱产业了。实际上恒大一暴雷的时候我就说了，对吧？所有跟房地产相关的赶紧转行，这行业已经高歌猛进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高光时刻已经过去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吧？这行业既然不行了，立马改行，房地产相关的股票不要拿，没前途。但是有人就是不信，一脑门还扎进房地产，对吧？我以前说过，这个你是做房产中介的赶紧改行，对吧？这个做房屋设计的，对吧？这个什么设计院的赶紧改行，趁年轻是吧？有的已经干了10几年、20年了
改不动了，他说没办法，只能在那耗，这个另当别论啊。一般的年轻人工作个几年的赶紧改，来得及啊，对吧？没必要在这么一个衰落的行业里面耗。那杨惠妍他这个碧桂园实际上它没有什么前景啊，未来啊这些债权人一定会把它清算，就像万达的王老板一样啊，万科对吧？第一个就把他告了，直接告了王健林本人，所以王健林未来的命运是已经注定了啊。王老板很有可能啊成为这个中国啊历史上欠钱最多的个人，就是他个人欠这么多钱，你说这要命吧？许老板，你说他2万亿负债，那是恒大集团，对吧？他说不是我可没欠那么多钱，对吧？你看到现在为止，直接告许家印的还少啊，好像没看见吧？就直接告许家印的啊。现在人家万科是国企啊，对吧？人家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人家现在也要推责任呢，要轻免尽责，所以他把王老板直接告了，这个金额还不小呢。那王老板拿什么钱还呢？那其他的债权人也会照这个学啊，想方设法的告这个王老板。万达的负债最后变成王老板是，对吧？叫担保人，附带叫连带责任。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这个杨惠妍很有可能也是这样，所以他现在不是考虑什么首付不首付的问题，是未来还能不能全身而退，名下的财产是不是全部被执行掉，是不是都填窟窿，这个都很难说啊。所以郑丹啊，就在大家还在为这个杨惠妍不能蝉联这个什么女首富，这个财富缩水100亿的津津乐道的时候，实际上人家担心的是未来是不是会成为老赖。如果仅仅是成为老赖都无所谓，对吧？未来会不会像许老板那样去登缝纫机，对吧？这是人家考虑的问题。成也杠杆，败也杠杆，现在资产都在缩水。万科你看第3季度亏100多亿吧，160亿是吧？他怎么亏的？不是卖房子亏的啊，卖房子其实亏不了多少，就是打折卖也亏不了多少。他那亏主要是手上的资产减值啊，手上的这些很多钱应收账款，比如说这个万达欠他的50亿，那这个恐怕在财务那儿他也提的差不多了，当坏账处理啊，对吧？他手上拿的那些物业有很多广场都在缩水，对吧？一计提一缩水，他亏损就多了啊，第4季度恐怕亏的更多。所以他们成为首富也容易，是吧？但是成为老赖也容易，稍有不慎啊，成为老赖，资产贬值严重，对吧？以前比如说万达广场都是香饽饽，那现在万达广场卖都卖不掉。咱们以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为例啊，就看资产贬值啊有多快。这是朝新闻报道的啊，说杭州一法拍房4年1034万跌至497万。九派新闻转发啊，说法拍房一平跌4万，房东直接亏537万。同一套法拍房4年前曾拍出1034万元，今年10月再次上架拍卖。这个房子也是命运多舛呀，怎么被拍来拍去的呢？4年前拍过一次成交了，这4年之后又拍，就是这个房子看样子不养人啊，谁买这房子谁倒霉。成交价低至497万，跌幅高达52%。如此真实的法拍房价腰斩，就发生在杭州著名孟某盘孟某3000呢，就是主要说那个为了孩子教育啊，叫孟某盘，那肯定是学区房，叫文鼎苑身上。2021年是杭州房价的高点，也是学区房炒作最盛行的时候。当时以文鼎苑、河滨之城、东方郡等为代表的热门学区房小区价格一路狂飙。数据显示，2021年4月，文鼎苑一套法拍房以单价10.25万元成交；2021年5月，东方郡一套法拍房以单价6.98万元成交。河滨之城虽然当年没有法拍房源上架，但在二手房市场成交单价一度冲上8万元每平米。不过自2021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教育公平化改革，学区房面临价值重塑，这些热门学区房价格一路下跌。其中最典型的当属文鼎苑，从当初的单价10万加到7字头，再到5字头和4字头，今年更是出现了3字头。今年5月，文鼎苑一套法拍房就以单价约3.99万元成交。10月，一套建筑面积126.16平米的文鼎苑1楼法拍房以约3.94万元每平米成交。该房源早在2021年7月曾以约8.2万元成交，价格几乎腰斩。按总价计算，房东账面亏损537万元，尚未计入装修和贷款利息等费用。这个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资产贬值，对吧？4年前是1034
4034万，4年后就值497万。这个是拍卖的啊，你要嫌便宜你可以买，你可以出价，这个是招拍挂的，对不对？这是最公平的，价高者得。你看4年啊，这个就是50%的这个缩水，谁能扛得住啊？如果你是贷款的话，那只有破产一条路。我记得2022年我这个节目天天说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房价虚高，好多人不服啊，好多人不信，是不是？那个时候就说有房的赶紧卖，是吧？如果你是在杭州啊，你失业了，码农，对吧？找不到工作，那赶紧把房卖了，去郑州吧，趁着房价高嘛。我印象中啊，当时杭州新房均价是3万多，而郑州呢新房均价是9000多，不到1万。所以当时说啊，你把杭州的房子卖掉，对吧？你跑到郑州啊，买一套100平的房子，100万，你还剩200万存银行吃利息，对吧？再花10万买辆比亚迪跑网约车，快活似神仙呢。你想想，你现在房价都跌了一半了，损失惨重啊！2022年以后还有好多人去炒房的，认为杭州的房价会一直涨，简直是疯了。现在你看这个学区房腰斩的不止啊，所以我说它房价虚高嘛。王健林、这个融创的孙宏斌、碧桂园的杨惠妍，这些人就是房企老板，实际上你就把它当做一个手上有大量房子的业主，你就这么理解没毛病啊。你是2套房，他是2万套房，对吧？或者是你是1套房，他是手上1万套房，就这个概念。你这1套房卖不掉，他那1万套房他也是卖不掉。你这1套房子贬值，他那也在贬值啊，对吧？你这边有按揭贷款要还，他那边也是银行贷款要还，欠好多人的钱。房价涨的时候，对吧？他们就是首付，房价一跌，他们就变成那个首负资产。咱们再聊聊这个上海建工，为什么聊上海建工呢？是正好这个最近这个建工爷叔不是很火吗？对吧？爷叔反正买了几十万的这个上海建工的股票啊，现在是被套了10几年，现在还在补。结果今天啊，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是对上海建工是极其不利啊。这个消息这么说的啊，但真假难辨啊，但是我感觉很合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网上一个人发了一个帖子啊，他帖子这么写的，他说我09年毕业于同济土木专业，那是很厉害的吧？同济大学土木专业那不是 No.1 吗？反正很出名的吧？他说我们专业90%的人都去了上海建工集团，也就是他同学啊，大部分都在上海建工集团。他这个集团包括上海1建、2建一直到7建，这个大家都懂吧？建工集团下面上海建工集团1建、2建，对吧？就像中铁几局一样啊，还包括了市政设计院、基建施工集团、园林集团、上海建筑装饰集团、建工房产等几十家大规模的子公司，几乎涵盖上海土木建筑的所有。他说最近啊，我们师兄弟群里因为集团这2天一纸红头文件实施西岗制度炸开了锅。有人在网上啊还问了一下人工智能，就那个豆包啊，说上海建工的西岗制度，居然还是真事，不像是捏造的啊。西岗制度什么意思啊？说根据文件要求，有几万员工回家待岗，期间公司只发2到3千块社保、公积金等费用，还要从这部分里面扣完到手里几乎为0。大家都傻眼了。疫情之后，奖金福利几乎全砍，现在连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也保不住。曾经浓眉大眼的上海建工集团也就到了这个地步，不胜唏嘘啊。上海建工集团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这么严重，我不知道啊。但是我想，这个房地产暴雷这么长时间了，恒大暴雷的吧？这个建筑行业早就哀鸿遍野了。那个南通的那么多建筑公司都已经破产了，上海建工好歹还在扛着，还没破产，对吧？那很多的什么设计院是吧，早就放假了。都回家只给你发最低工资，所以我觉得上海建工啊，这个出现这个现象，6万多人啊回家，什么概念？这可是上海啊！你在上海给你发2000块钱1个月，完了这个还把你的公积金、社保从里面扣的，到时候没几十块钱怎么活呢？网约车、外卖跑起来，那只能这样啊！那你说建工爷叔买了上海建工这个股票，还死坚守啊？你说他什么人能解套呢？这公司都这样了，没有业务啊，员工都放假西岗，所以说啊，这个建工爷叔想解套太难了，除非上海建工也讲别的故事啊，把这个1建改成算力公司，2建改成这个搞芯片，对吧？3建改成搞新能源，什么概念活搞什么，看看股价能不能涨起来，好歹让爷叔解套啊。那爷叔都83了已经，大家再想一想啊，你说05年考上同济大学土木专业，那是多么骄傲啊，那绝对是对吧？全村人的希望，小镇做题家的这个叫顶峰，结果20年一到，对吧？就失业了，外卖跑起来啊，网约车开起来，你说
09年毕业的，对吧？现在上班16年了，你说你还能干啥？房地产、土木这行业肯定是不行了，对吧？建筑这行业，它得改行能干啥呢？所以只能是开网约车啊，送外卖，要么做自媒体。说到这个，我们再看一个视频啊。今天晚上这个热搜啊，有一个话题就是说的深圳啊中产的消费，大家看这个视频。一个月生活成本有多高呢？我今天粗略估算了一下，我和老公都在央国企上班，属于普通工薪家庭，目前有3套房、2部车。虽然房价已打骨折，但好在我们不算最高点购入，一套大户型房贷已还10年，还剩20年。另外2套全款小公寓，一套出租，一套父母居住，公婆和我们同住，我父母单独住。虽然父母都有退休金，但是我们每月都给2000元生活费，两边就是4000。房贷每月8000，但公积金能覆盖月供。2部车一个月开销大概3000，每月管理费、水电费大概1500。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吃饭，偶尔去外面吃2-3次，一个月大概2000。因为公司会固定发放日常劳保用品，所以基本没有其他支出，不算其他购物和教育支出，合计18500。这样的生活成本算高吗？就我看完之后，我有个感觉啊，我感觉这个拍这个视频的人呢，可能拿的是文案，就是他自己对这种生活啊，他没有深刻的这种感受，就没有切身体会啊。就像那个曹雪芹写《红楼梦》，如果曹雪芹他祖上是吧，没有那么显赫的家世，实际上他写不出《红楼梦》那里面那种叫烈火喷油是吧，那种豪华奢侈，就是你没有过过中产生活的，他想象不到中产生活是什么样子，对吧？他只能是自己感受、自己想的，对吧？所以这个文案就比较这个没有信服力啊，就没有说服力。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家里有2辆车，那你这个车一个月不可能是3000块钱，2辆车啊，一年的保险你加到一起恐怕至少2万吧。这个你夫妻俩都是央企，我觉得那个车也不至于太寒碜吧，对吧？你有3套房，所以那车怎么着都40-50万以上的吧，你不可能说我这车的7-8万的。所以你车只要是40-50万以上的，你那个保险是绑定的，对吧？这个大家都能算到，保险一年至少2万，2辆车啊。然后你这2辆车每年难道不保养吗？对吧？德系车有的5000公里的保养，有的是1万公里，日系车也差不多吧，保养反正这费用也便宜不了。也就是说啊，保险加保养，你一辆车平均一个月至少1000块吧，这都是你抠抠搜搜的，你知道吧？你想你那车往 4S 店一停，没个5000块你走得了吗？对吧？你车不管什么毛病啊，你这要开了，你宝马或者你奔驰、奥迪，你往 4S 店一开，你看看吧，你得交多少钱？所以这个他这没过过这种中产生活的啊，不太懂。还有啊，然后你这个车的吧，你在家里面停车，小区里面最便宜300，深圳估计小区停车300可能不行吧？停车费啊，一个月啊，你怎么着得500吧？然后好了，你到单位停车那就更贵吧？啊，央国企停车不要钱是吗？我不太清楚啊。我以前在北京开车，每天停车费不低于100，停车费，对吧？你越是豪华的单位上班，就是好单位，它越在市中心，越是市中心那个停车费越贵呀，对吧？你越是高档写字楼，那下面停车费就死贵。然后你这车的吧，1公里1块钱要吧，油钱呢，这最起码的吧。一天你按50公里算，一天50，对吧？一辆车你算算吧，2辆车一个月3000块钱，那这显然是那是电车是吗？对吧？你停车费都不值啊。然后他说啊，这个因为是央企的，所以这个什么劳保、日用品不用花钱。我告诉你啊，这中产家庭啊，吃饭什么劳保、日用品，那根本就占支出的1%，你可以忽略不计。基本上劳保用品不就是肥皂对吧？洗衣粉，或者是顶到米面粮油吃的那东西占你开支的10%到不了，绝对到不了。另外一个啊，就是女的算这个账，她肯定是算不清楚的，因为她不掌握实际情况。你经常还朋友应酬出去吃饭，这玩意儿就海了，对吧？她还没算2个小孩的教育，对吧？她说都不算啊，那个教育费用都不在里面。我为什么说这么清楚呢？啊，因为这2辆车的吧，几套房子，那咱们是真有啊，对吧？我在北京啊，我有一次啊，这个没事干，跟几个朋友在一起算账，就算这个，有个朋友就说他啊，他也不知道怎么花的，一年反正开支至少30万起，就是有2个孩子的啊，2辆车的，我们的朋友都差不多吧，都这样。最后7算8算的，越算越多，越算越多啊，都打不住，最后完了，最后还说了啊，说这个还没算唱歌的钱，对吧？什么捏脚，你这再不这算上就海了，这就再乘以2。他这个算法啊，实际上就是说现在的中产消费能力特别弱，基本上没有消费了，对吧？全部压成刚性的嘛。你看这个按揭贷款8000块，然后这个给2个老人4000块，这个就不说了啊。2个车居然只花3000，那就基本上就不开嘛，对吧？你2个车不开，你就停车费一个月多少钱呢？就是尽量不开车，对吧？骑那个自行车、共享单车、挤地铁，我估计是这样啊。你只有这样才能2辆车一个月3000嘛。然后一大家子吃饭一个月才2000，所以他已经把生活开支压到刚性
不能再刚性了，这裤腰带勒的啊，已经紧的不能再紧了。实际上就是反映现在这个消费啊，确实急剧下降。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奔驰、宝马 4S 店都关门，他一个月车上只花2辆车只花3000，你想想那奔驰、宝马那店，他能不关门吗？对吧？他一个月花在吃上钱只有2000，那你说那些高档餐馆他能不关门吗？能不倒闭吗？对吧？你看这个消费水平就和那个咱们那个文旅部公布的，对吧？这个11假期啊，人均每天花114，这就完全能对得上。你说夫妻俩都在央国企上班，就这个消费水平，那你说那些还有对吧？还没找到工作的，还有那个在上海建工下岗的，对吧？这个西岗的，你让他怎么活？所以从这个视频啊，也能看出现在消费为什么惨淡啊。最后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山东济南啊又出救市新政了。这是齐鲁晚报报道，济南购房者买旧卖旧买新最多享10万补贴，支持卖旧买新，济南购房者最多可享受10万购房补贴啊，为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济南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30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发布了这个细则啊，细则明确补贴的对象和标准。2025年6月30日含以前购买新建商品房并完成晚签的，给予所购新建商品住房购房价款总额1%的购房补贴。在2025年10月31日含以前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晚签的，给予所购新建商品住房总价款0.8%的购房补贴。出售一套原自有住房后购买多套新建商品住房的，可按照所购新建商品住房套数分别享受购房补贴，多套房屋累计享受购房补贴不超过10万元。真金白银的，对吧？给补贴了，这是给钱啊。虽然这个1%不算多是吧？这个力度还有待于加强，但是已经有人迈出第一步啊，后面其他的地方政府就会迈出第2步，对吧？你给1%补贴，有的地方就给5%的补贴，有的地方就会给10%。因为确实啊，这个旧楼市的工具箱里面没什么其他工具了，只有这个真金白银的补贴少了不行，对吧？你1%其实力度太小，对吧？政府给10%，开发商再给10%，你相当于打8折，那买的人就多了，对吧？如果你打7折，那买的人更多。这个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对吧？只有卖不掉的价格。我相信啊，明年会有更多的地方政府采取这个补贴政策，而且力度会一个比一个大，对吧？想买房呢，可以再等一等。财联社报道啊，说10月31日电，近日出版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中，刊登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题为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署名文章。倪虹表示啊，要改革完善房地产开发融资销售制度，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继续实行预售的规范预售资金监管，切实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他这个指的是在15.5期间，恐怕新房啊要以这个现房为主，就推动这个现房销售。但是这个对我们现在的房地产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对吧？现在韭菜他不买房，他并不是说怕你房子烂尾，怕烂尾的话你可以买二手房，怕烂尾的话你可以买那个保利的，对吧？中海的这个央企的开发的房地产，它没有烂尾的，为什么不买呢？所以说怕烂尾不是主要原因，还是贵呀，是吧？主要还是买不起，主要还是觉得房子还没跌到位。推现房交付，实际上是让那些开发商好多啊还在 ICU 病房里挣扎的，就早点走路啊，早点自我了结，也就是让那些民营房企叫雪上加霜。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